佛。陛下，陛下，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，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。玉帝哥哥，那就请观赏国宝吧。这，陛下，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？这，请坐下讲话。坐呀。哥哥，你看，这烛光也知人情，预兆今日之喜呢。不知陛下喜从何来？我身为女王，饱享荣华富贵，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。今日哥哥到此，这乃天赐良缘。来日哥哥登上宝座，我为王后，从此双宿双飞，这不是万千之喜吗？佛心四大皆空，贫僧陈念一绝，无缘消受人间富贵。阿弥陀佛。你说四大皆空，却紧闭双眼。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不敢睁眼看我，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？阿弥陀佛。哥哥，别闭上，睁开眼睛吧。啊，你就睁开眼睛吧。我就是睁眼看你，又能怎样？哥哥，你，哥哥，菜还真多呀！啊，来，吃饭吧，这个好吃啊！吃，来这。哥哥，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吗？啊？今夜良宵难得，
就答应了我吧。女王陛下，贫僧已许身佛门，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，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。来世若有缘分，我只讲今生，不想来世。今生今世，我们俩是有缘分的。哥哥，陛下，哥哥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哥哥，哥哥。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，良宵难得，就请安歇吧。哎，玉帝哥哥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玉帝哥哥，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，柔情蜜意，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？哎，你等等，人妖岂可相提并论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，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。好事做成以后，我再去那西凉国中，一样做个女王，一样保你荣华富贵。你可想明白了？切莫再去害人。你联系了女王，那好，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。哼，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